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接到基层反映，讲教育部补助地方保校园公共意外责任险刷救水。1809年时，身体伤亡一个人会补600万，上济会当赔6亿。不过到1812年，身体伤亡剩补520万，减80万起。有老师反映，这保险救水，敢讲私身的性命唔值钱。 2年前的12月初1，高雄凤乡国中一个查某老师做导护的时阵，互车撞，造成半碎。学校虽然为伊设置捐款专户，毋过教育部补助各县市投保的校园公共意外责任险，却互认定无伫咧承保范围内底。非属学校的这个设施之设置或管理有所欠缺，那就是不属于这个承保范围。 因为发生伫校外，保险公司无要赔。毋过全教产表示，就算老师伫学校内底跋倒，也是互保险公司以毋是学校的设施，也是管理有欠缺做理由无要赔。工会根据立委柯德嘅提供的最近5年资料指出，除了108年以外，剩的年度无伫咧承保范围内底案件是真济，合理怀疑和校园公共意外责任险的保障救水有关系。 之前我们都是保600万，那现在为什么520万？他为什么可以说他少掉80万？我第一个想，难道人命越来越不值钱吗？ 全教产认为，除非校长愿意承认设施也是管理有疏失，保险公司才愿意考虑敢要赔。毋过校长承认会互处罚，建议教育部伫咧校长升级考核办法内底加注文免处罚但书，方便学校处理保险的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